今年是艺术家陈定波130年的生辰。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写生的故事特展，跳脱英国228避静的角度，这回用家庭做切一点，展览100外件作品，其中也包含着这头一摆公开陈定波12封伊当初写的手绘字。 这把呈现一家5口5个人的日常生活。这把是1931年由艺术家陈定波所画《我的家庭》。今年是陈定波诞辰130周。台湾历史博物馆结合陈定波文化基金会等单位办写生故事的特展，这回用家庭的角度切入，展现真侪过去罕见的文物。其中我们头摆公开陈定波微照的玻璃底片，佮完整展出伊12封手绘字，看出伊一句一句写出对亲人的关心。那是为张杰、陈澄波、跟陈家人的这个守护的这个故事哈，那从他们的各种文物里面来呈现一个时代的风景。迄阵伊陈定波先生过身去吼，整理伊的遗物的时阵，则伫咧伊的房间的壁顶的一个坑吼，一个相坑内底，本来要遐角的吼，要干掉的物件，迄个去找才找到讲，内底原来佫有底片加相片。 这摆展览以由4到8分成6大主题，无论是陈定波自画像内底看到伊对艺术的热情，还是伊参家庭的情感。这回官方佫展出因某张这所收藏的文物，佫伫展场打造迄当时因厝一盏楼园半楼的模样，重现迄阵张这收藏陈定波物件的所在。官方希望少年人会使行入展场，用家己的眼光来看历史，嘛产生自我的思考。我阿嬷张杰，她藏画，就是其实他藏的不只是画哈，他收藏的地方那个不到10平地的地方，居然可以藏上万件的作品跟文物。拥挤的空间，它可以避免虫害，它可以避免漏水，它可以避免常年的情绪不安。 这摆展览展出110件作品，官方讲，这摆展览唔单是纪念过去的受难，嘛希望用当代甲未来角度来理解这个家族的故事，嘛期待观众对历史有兴趣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